第二节。 204首。我真爱讲这故事。咱甲大家提醒一下，第一节呢，第二句，天顶奥妙的台，哈，咱注意一下，奥妙的台，来，咱来唱第一节，预备，来。 我
为363首，咱备办心来做礼拜。这平安今仔日是咱道兴教会设教64周年的感恩礼拜，请兄弟备办心来开始，请兄弟将咱的行动电话切做静音或者是关机。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上主，我的上帝啊，你至大，你用尊荣、威严做三称，你用光做外三称。你铁开天，亲像着搭布棚；你伫水顶安置宫殿的娘。你用云做车座，用风做石碑。
你用风做书架，用焰火做车用，你将地下伫地基顶，互地永远袂摇掣。咱三角来吟圣诗，请会众起立。咱来吟圣诗第204首，我真爱讲这故事。咱来吟全首。我真爱讲这故事，天顶鹅庙的台，论出极大的荣光，以及伊大人来。我真爱讲这故事。因为我在世时，我心安咸知足，也过放火甜蜜。我真爱讲这故事，就地也讲这故事。永远新鲜的故事，少念听我的词。我真爱讲这故事，若想若有滋味，世间逐项所望，拢总甲这袂比。我真爱将这故事，对这首大感激，所以报我所经过。望恁来治理我真爱讲这故事，就地也讲这故事，永远新鲜的故事，少念听我的词。我真爱讲这故事，亲像乐器的声，大摆若想若出奇，若讲若话好听。我真爱讲这故事。这字真多袂听，上帝圣经所记载，福音救人的声。我真爱讲这故事，就地也讲这故事。永远新鲜的故事，少念听我的词。我真爱讲这故事，虽然听到熟悉，犹原那摇那嘴大。因无爱听一经，到伫阳光的所在，地引天顶的事，也是纪念这故事。
咱犹原徛地，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的第一段来个别咱的信仰。愿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实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圣神投胎，对十小女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并十字架死搁活，显明上帝的仁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搁好。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间，赏赐开力，互阮伫万百姓中做见证，直到主过来。也说请坐。启应，咱来三交托伫启应文，也就是伫圣诗的后壁面，伫74面，显着我来启，也说三甲来用。我阁看见有新的天，新的地。佮看见圣城，就是新的耶路撒冷出伫天，对上帝降落。佮听见大声对座位出，讲上帝的会幕伫人的中间。上帝本身要甲因。伫地来做因的上帝，无要阁有死失，也无要阁有哀伤、嗷叫、痛疼。坐伫座位的讲，我换心万物。佮甲我讲，已经成啦。我就是阿里凡甲俄米伽，是起头的甲落尾的。得胜的人要承接这个。咱三甲额头来祈祷。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阮历过将军有2个月的3级荒野的境界。伫即时2级的境界期间，阮的教会是何等的蒙福！日今主日，阮要通举行实体礼拜的第2遍的礼拜，也阮的教会也伫阮的社区。我也今仔日要来做64周年的感恩礼拜。即时就求你安静阮众兄弟的心，无论是伫厝内做线顶礼拜的兄弟，或者是实体的，拢平平得到主的祝福甲固守。第2级的即时。我也看见确诊的人数起起落落，也无真正的安定。阮希望伫政府官员的政策内面，将即个武汉的肺炎的预防射做真适当的分配，来互正百姓来做。咱逐人嘛着落实防疫的基本。就是出入这个公共场所，阮就将阮的喙暗来挂好势，减少出入公共场所的次数甲机会。
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来避免染疫风险。伫欠水的迄5个礼拜内面，阮也感受到侪侪不便。阮将来袂捌感受到迄种欠水的艰苦。亲像主你实着白白恩典互阮一样，阮也常常将即个白白得到的恩典滥散来使用，无珍惜。好天着积雨水来量，主啊，求你怜悯阮。阮毋若耳孔钝，目睭模糊，阮要搁较颔棍硬，心也诡结，时常闪避你的话。主啊，求你帮助阮，互阮的心柔软，时常将你的话刻掉伫阮的心，无令阮出入、行路、倒地、食饭的时、讲话的时，伫阮一切的行做，拢是要利益伫阮身躯边的人，无论是熟悉的，或者是无熟悉的，互因对阮的心上感受到基督的香味。毋若是阮久长去担着福音的滋味，若定会帮助阮熬做主传福音的工。主啊，求你帮助阮，互阮的教会每一个兄弟，毋若是传教的，互阮搁较做一个是传道理的，是传主你的道理。无论得时不得时，拢着尽力尽心讲这福音的故事。主啊，求你，搁一遍十分祝福伫阮在座的众兄弟，无论阮伫倒落、伫厝内，或者是来到即时你的圣殿做礼拜，主你平平祝福互阮，阮成做一个基督的精兵，要将福音来传互无熟悉主你的人。主啊，这是阮迫切的祈祷，也求你帮助阮兄弟，也辛苦白听，心神强安的主你啊，享受因平安。阮迫切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阿门。学了小诗班，伊要用圣神降临来学了咱的主上帝。
今日的圣经节记载伫腓立比人书第3章13节到17节。我用台语和日本来读，伫新约的227面，现着我来读。兄弟啊，我无掠家己做已经得到，独独专务一项，就是袂记得后面的事，对于头前的事，所查的表来走，到得到上帝伫基督耶稣对顶面吊咱的想。所以咱既若做完全的，着存即个心志。若伫什么事，恁存别样的心志，上帝也要用即个指示恁。若是咱所已经教的，着照即个来行。兄弟啊，你着三甲学我，恁有阮做模样，就着注意看遐个照安尼行的。圣经读到遮。讲到本堂的林牧师，伊要用三甲做伙行天路来正道。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咱今仔日要来讲一寡故事，真爱讲这个故事，天顶奥妙的事，也要讲道行教会64年上帝恩典的手怎样引带咱行过来。咱敢知影拄则伫头前吟诗，真水的歌，圣神，请你降临。上倒手边迄位恁的正手边宣会伊就是伫几十年前，咱的即个嘛无遐老啦应该是差不多10几年前啦宣会细汉时阵参加即个儿童合唱团，倒行教会。我会记得第一阵的团长是阿科长老，照即个我所读到的即个资料，所以今仔日即个小朋友已经大汉，引带咱来学到上帝圣神，请你降临，这是真水的轨迹。最近嘛有兄弟姊妹，包括燕王在分享讲，感动讲，咱是毋是会当搁社区来教即个小提琴，还是教一寡弦乐，用福音的性质吸引人，笃行国校的囡仔、社区的囡仔来进入教会，学乐器、学圣诗，学这美好的即个会感动人的心灵的即款的信仰福音的歌。所以咱今日咱用回顾的心，也望咱会当真做一个有故事通讲的人，去顿教会真做一个有故事通讲的教会。咱大声做伙三甲额头来祈祷。主，愿感谢你过去对伫教会的疼，因为你是教会的头，教会对你来设立，圣神引带教会行过64个年头。主，愿要来看你恩典的脚迹，也恳求主你帮助阮来承接这个属灵的产业，也来敲吹阮的意向，来互笃行教会徛起伫这个所在，真做主的光、主的灯，真做主的光灯，来分享
来搁一届，互福音的火、祈祷、传道的火点倒伫独行即个社区。主愿恳求你，互阮讲的听的，平平得着利益，享受阮你属天的话。愿咱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拄啊结束的即个东京奥运吼 ，Olympic， 你敢知影？最后一个项目是啥物？压轴是骹球，还是棒球，还是啥物篮球吗？还是咱即个乒乓、羽毛球，也即个教练拢过去啊。最后一项是啥物？叫做马拉松。过去奥林匹克看重的是即个友谊的精神、友谊的信念，就是人会追求更好、更快、更强、更高，即个嘛包括着世界一同人类的即个体育的即个精神。但是其实奥林匹克一开始，咱拢知影，迄是为着安那？为着战争，为着要你射标枪、射箭，拢是为着战争。战争内底，毋是干那靠车靠马，嘛要靠体能啦。所以迄个上批的人爱足够早，无马通骑的时阵，伊就爱报好消息、报歹消息。第一线战场发生啥物代志，伊就爱安那报马啊，无马通骑嘛，你就用走的，走到半路休困者，要紧的代志就无法度传达。所以这个马拉松是对来讲是非常看重。今年的冠军咱可能拢无熟悉，但是伊4年前，应该讲5年前，2016年嘛是伊得冠军。这个人叫做伊名足歹读的，齐祖，什么齐克，伊是肯雅，肯雅连续2016年到2020年，其实已经2021年啊，5年伊拢保持真好的体能，连续2届卫冕冠军。肯雅的这个跑者马拉松唔是在比什么人一开始冲较紧的，唔是在赢在起跑点的。一开始我嘛会晓100公尺走了就一定第一，但是你无法度动42.195公里，42.1公里，唔知为什么这个数字伊有一个典故较早伊个伦敦迄届为着要走到迄个英国皇室的面头前，42公里的这个长度。你爱维持一贯的速度，到伫上尾的时阵，你才会当真做迄个得到奖赏的人。这毋是看头前，保罗嘛劝勉讲教会，真侪教会一开始走了真好，尾啊咧，阮就已经真好啊，就放慢就懈怠，就无着头前所采标认真来跑走，掠做讲家己已经得到。教会64年，相信咱中间嘛有64岁的兄弟姊妹。这几礼拜我伫编一本内底真侪宝贝的历史资料，我编到一笔，讲一开始咱的母会是倒一间教会，你原拢知影第一批小儿洗礼内底有一个名单，叫做游桂林，第一批来到独行。第一届的圣礼典，第一次的小儿洗礼，其中有一个由驾升即事的查某囝游桂林。所以通讲伊自细汉就伫教会中大汉，甲教会的年岁共款。但是伫即个中间，咱毋是讲背后的事放袂记，是讲咱毋通只有怀念过去，咱爱想未来。过去会当帮助咱，真做一个有记忆的人，真做一个有历史的教会，真做一个有故事通讲的见证。这是牧师今日望会当伫这30-40分钟的讲道中，勉励咱做伙来写独行教会的历史，直到终点得着奖赏。咱的目标毋是讲头前，毋是过去，是你家己的人生有一天你爱高效呢。昨昏罗俊义牧师会勉励中间，我得到这句话咱有一天爱甲上帝高效。你不要以为过去跑得好，
甚至保罗说：“你们向来跑得好，过去拢走了真好。那会到落尾的时阵，说说放弃，说平淡，说看人得到奖赏。所以这是一句真好的话直到终点，直到终点得着奖赏，这是咱一生的目标。真侪咱中间的年轻人，人生才开始走呢。连续这几礼拜拢有青年要飞去美国。我看到3楼恩轩，伊下晡2点要离开，6点半飞行机要飞去美国。是一个新的生命旅程的开始。总是咱会当想到讲，迄个好的将来，摕到 PhD， 摕到这个学位、学问，然后会当贡献社会、贡献国家。即马公共卫生是非常要紧的一个科目。疫情的世代、的时代、大环境是安尼。为主来发光，怎样做？好，咱来看几个长辈笃信、力行、笃信真侪牧师用这个10周年、20周年、40周年，真侪牧师拢用这个题目在冠冕，笃行这个名对安那来，笃信、立信。咱教会设立、创立，甲柳湾教会有真大的关系。偌称赞长老，迄当时是执事，柳湾教会的执事，伊是啥物人呢？就是秀玲长老、张宏长老、秀贤姐的爸爸。偌称赞执事，迄当时柳湾咱如果周报内底你会当对照第7页教会的简述，我是摘要节录这较要紧是。灵吉长老，即马灵吉牧师，伊伫27年前编的，做伙团队编的啦，我对中间更要紧的来讲，柳湾教会嘛本来毋是叫柳湾教会，伊本来叫啥物教会？就叫台中教会。尾伊足够生大，足够生囝的，迄个年代足够生囝的，生7个囝，所以咱有7个兄弟啦，大理、乌日、武丰、西屯、大雅、民族路教会。然后伊就讲遮侪教会，咱毋通第一间教会叫台中，但是大家拢以迄个地方的所在来号名，所以就改做柳湾。即个笃行教会是第7间教会，而且是60周年的时阵所设的。笃行的名本来咱毋是伫笃行路，嘛毋是伫文化街，买迄块地的时阵，地址是光达巷。为什么要叫做笃行？伊有一个过程。去并柳湾教会伫60年前、64年前的中执会的记录，才并着讲原来有3个名啦，一个叫做笃行，一个叫做元光。因为对原主街以北会有8号笃行教会，元光柳新柳湾的，敢若新的这个。新的囝安尼，还有一个柳光因为谐音就是溜光啊，所以迄个名就无伫迄个投票内底无咱本来嘛有机会叫做柳新教会柳光，柳光就变做会友拢选了柳光所以无用这个名。最后笃行的票上悬票，16个中执，包括廖恩家团队去投票9票。上悬，嘛真拄好是过去有一个牧师伫柳湾牧会，1906年，迄是几年前，110几年前啊。但是这历史资料保存了真好，柳湾教会拢保存真好。原来嘛有一个牧师叫做高笃行呐，所以咱笃行的名是对安尼来。好这个称赞执事伊就是看到这个地180几坪，毋是像。总共4、5届才把这个土地完整起来300几坪。第一笔的土地只有180几坪，一坪几块，较毋免400块，迄当时的代表。所以400乘上100多，不到200，大概7万块。第一笔的土地7万块就买起来。当然，迄7万块对迄阵嘛是足钱嘛是足大。
所以青站长老对伫教会的一个开设，吼，付出真多，土地的动工，吼，干工，吼，教堂，吼，开始的即个吼会友的探访，伊拢参与足济，吼，所以咱家己尊迎伊做民主长老。啊，搁一个民主执事，吼，这我着对伊较无熟悉啦，吼。啊，廖秘长老嘛拢应该大家拢搁有记伫，吼。啊，我看到一篇志良长老伊写的一个见证文，伊就提起着廖秘长老怎样互伊感动，就是因厝嘛是，毋知是做餐厅还是反正餐饮啦。礼拜日生意上好的时阵，伊拢从来毋捌开店，就是来教会。吼，无煮互人家食，啊，甲迄个拄则讲的即个色素，吼，所以这吼煮爱餐互大家食，超好会友。啊，廖秘长老做主理学的校长，将近要20-30年，就是伊家己的性命投入伫教会即批的细囝顶面，所以得到人真大的敬重。啊，这廖秘长老。尾啊，吼，伊的查某囝做牧师娘，吼，曾世祥牧师就是嘛算是笃行的教会搬顶教会，吼，啊，所以伊的家族真济就伫搬顶。啊，曾世祥的牧师庄信德，吼，是我新学院的老师嘛教过我，吼，所以我看若是叫信德爱叫老师，啊叫老曾牧师爱叫咩啊称呼？师公老师的阿公嘛，吼啊叫做师祖老师的阿祖，哦，这吼辈分真大，吼啊，搁来倒手边迄个，吼，咱看到迄个魏天树长老，吼，就是梅娇姐、明若姐、K 雄、K 明的爸爸，伊有一个片名叫做孙牧师，啊，长老哪会变做牧师？就是讲伊真照顾。传道者，吼，新来的传道也是需要关心的老牧师。伊开个台中，伊毋若孙会友，佮去孙牧师，其他教会牧师拢得到伊的关心。所以做一个传道者，伊心内感受、会感动。哦，讲哦，笃行教会有一个长老捌，哦，无论摕一个水果也好，送一个中秋的月饼，哦，心内的感谢啦，拢有实行上帝。真济道理其中的一条，就是听传到遮，伊就感觉这是上帝予伊的负担，吼，所以拢是真水。这个故事，过来，迄个田仁义长老有看到无？就是对丽水来，啊，伊的囡仔，吼，苏圣杰，吼，今仔日当日诶执事，吼，伫外口坐道，啊，搁有苏任杰、苏千姐、玲珑姐。哦，拢伫咱的教会，哦，所以这就是一代过一代，直直生团。啊，因的生命故事，咱应该爱伫家族内底提起来讲，伫纪念的时阵，咱提起来讲，少年因的脚迹、因的付出、因的贡献，若无因就无现在的教会。好的信用，咱来传承。啊，这咱就可能较有熟啊，吼，对无？吼，27年前的相片，24年前啦，吼，40周年嘛，啊，64减24的40，啊，这拢有熟悉对无？吼，迄拢叫做级数啦。但是你看，伊是照这个时间排吼，所以到孝群长老已经30几，吼，已经是第30几位的级数，头前有搁较济，吼，咱如果礼拜后。你去办公室、去5楼的迄个史料馆，拢会当看到遮真宝贵的资料。好，这拢是即马拢讲，可能拢是做长老，吼，伫咱中间，吼，义清长老，吼，志良长老，吼，小华姐。好，咱来讲牧师，吼，第一个牧师是林教牧师，伊是柳湾教会诶。牧师做咱的小会议长，伊伫教会设教是1957年，伊伫1年前，吼就开始看到这个，迄个时阵要做这个贝加运动，
背家运动的时，就咧想讲，吼，刘元教无讲啊，咱都已经6个囝啊，真好啊，无，搁第7间，搁第8间，搁第2、3段，吼，所以因迄个时阵，足有传福音的热诚，要开拓教会，吼，独行即区阿妹，吼，来找一个所在来设教会。迄阵本来要伫迄个公馆仔，就是林森路遐，即卖东台神学院门诺会遐迄间，啊尾啊，这嘛是一个好的故事啦，就退让，吼，对已经买了，但是讲啊，遐有一个门诺会的宣教师，卖甲伊伫遐抢生理，吼，就退让互伊，就是现在的林森路教会、门诺教会，啊，咱伊就找，就找到即个咱独行即马徛起的即个所在，吼，1956年，1955到65，迄10年的培家运动内底，吼，继续去生团，吼，啊，这就是迄个时阵诶，这叫做主管处啦，吼，就是顶啊，吼，做处长啊，风台天、落雨天，我看迄个。廖恩嘉牧师也回忆，吼，伊讲吼，迄个时阵团队娘煮饭的时阵爱压雨伞，吼，因为滴水，哪煮饭哪压雨伞，啊，伫遐咧煮饭炒菜，吼，迄是第一期的即个博物馆。啊，时间真紧吼，1957年5月8号，土地吼已经买好，吼，已经即个。大师拢处理好了，就破土礼拜。啊，竟然3个月就甲第一期的礼拜堂起好，3个月哦，限3个月，伊就甲第一期的礼拜堂起好。哦，所以8月20号就是咱的设教周年，就是对即天来，1957 8月20，1957年8月20号，哦，这就是第一期的即个咱的。圣殿吼，就是生做安尼双倒水，啊顶悬安那，踩一支十字架有看到无？迄相片看得不清楚吼，踩一支十字架。啊，这是第3任牧师林永吉牧师、林荣吉牧师就任的迄个礼拜，迄礼拜是啥？这是第2期，经过偌久咧？20年，经过20年，会友愈来愈多，教士愈来愈兴旺，就。扩建吼，就是佮买土地啊，伫边啊安尼，佮甲咱的礼拜堂起做吼，即个第2期的形体。这经过20年，吼，这是20周年的时阵。然后咧，第3期咱现在的即个是啥物时阵起的？1988年，吼，1988年8月21，吼，31周年的时阵，吼就。去做现代的即个，这张图，因为对面是二中，所以赵牧师就走到二中的4楼安尼翕了后，佮修图了后，才有法度看到规个教会的全貌。去即间就无法度3个月，去1年半，1年7个月，到1990年3月29号才完成，才来献堂。看到这个教会，伊有讲，这个手就是祈祷，福音经就是传道宣教，这就是教会意象。但是昨昏罗俊牧师嘛讲一个真有意思，值得咱思考。伊问讲教会是啥物的时阵？伊讲有一届开总会，咱长老会足够开会。总会通常年会，逐年爱开，甲全台湾1200间的教会牧师代表长老、各中会、各区会，招来开会爱开偌久？你敢知影？4天3夜，逐年在开，这2年是因为疫情才缩短，变成3天，变成2天，所以足够开会。长老会的温数就是开会，对中昼开到暗时，一届大型的教会中即回爱食2粒便当，所以罗牧师讲伊足无爱开这种会，就是拢咧讨论法规啦，讨论。但是伊有一届参加，伊讲讨论一个题目叫做什么是教会？哇，大家就足认真伫遐发言，一直轮讲一定我要讲什么是教会，什么教会。
结果讨论了，无一个答案的时阵，有一个少年的牧师伊徛起来讲，伊讲即句话吼，伊讲什么是教会吼？伊讲即句，吼，厝顶尾菜实的家，叫做教会。哦，大家听着安那拍婆啊，哦，较早讲的，咱就会当去食饭啊吼，免讨论遐久。哦，对，什么是教会？厝顶尾菜一个实的家，吼，叫教会。结果迄届开会拢开煞的时阵，照着会议记录，书记在宣读意思的时阵，就袂使搁去更正前面已经决的迄个议案。但是有一个牧师就讲，我尾啊愈来愈想讲，用即句话来定义教会有问题。啊，议长就讲，啊，你已经过啊，袂使搁发言啊。哦，我讲一句就好啦。伊就讲袂使，因两个伫遐进来进去的时阵，有人就举手讲。互伊讲啦，恁两个已经讲几啊句啊，互伊讲一句不要紧啦，吼，啊，就互伊讲，伊就讲安那，伊讲厝顶尾菜实的价，但是迄蒙阿婆内上介济，迄嘛是拢菜实的价啊，哦，迄个蒙比恁原拢是安尼啊，敢安尼啊，大家就心内就无平安，讲啊，对吼，啊，到底教会敢是安尼一个教堂足水，有菜实的价，有耶稣像。啊，有真好的这个圣餐桌啊，就是叫做教会吗？哦，所以最近我伫咧带这个读经，咱行过3年，四海读经，过来，我最近的感动就是这个祈祷爱恢复。祈祷是上基本的，祈祷是基督徒的生命的迄个灵命的迄个复兴。哦，对祈祷开始。复兴对基督开始，改变对基督开始。使徒行传在建立教会时，因讲第一要紧就是以祈祷传道为念啊，其他拢是次要的，其他办活动吼，这个聚会拢是次要的。上要紧的，就是这个人，这阵基督徒群体对过耶稣的人，爱好好祈祷，怎样来传道，甲上帝道讲了清楚，活了实践。啊，佮引带人进入教会，哦，祈祷、传道为念，用这做教会的中心啦。所以牧师今日嘛要互咱一个挑战，就是咱年底拢有这个事工研讨会，要分配教会经常费预算，教会要推动什么款的事工？伫每年2022年。但是咱教会如果无有一个中心的信念价值，咱的不过是安那，就是想一寡节目，想一寡事工，哦来消化这意思那样。哦，所以我即马是分享我的，但是教会是所有兄弟姊妹的一个生命共同体。咱200-300个会友内底，每一个人拢爱有这个想法，有这个共识。咱讲。咱要去做什么款的教会？特别中级有上大的责任，因为牧师有可能会离开嘛，但是中级永远是基本上是袂离开。这64年来来去，咱留伫遮代表是非常认同都行教会，甚至心内有一个誓约，讲我一世人就是要伫遮，我告别礼拜就是要伫遮。哦，就是要，这就是我的教会。我伫世间的教会，啊，伫天顶，我当然是去转去上帝主耶稣遐。哦，所以我有领受3个第一个叫做充满疼甲喜乐的教会。讲一间教会爱吸引人啦。咱如果足够读圣经，足有好的这个聚会内容，但是人入来，这表现伫小会、中级会、干部会议内底。看到这当天开会时阵，如果迄气氛是足歹的，会转倒来的，这间教会会互惊啦，会吓跑人，圣神看落嘛会害头。你讲这间教会内底，当天代表一个，耶稣基督的温度。耶稣要上天的时阵，耶稣要行十字架苦的时阵，就最后讲的就是讲，恁爱合一啦，恁爱相听，我甲恁洗骹。恁会爱彼此安尼相听，耶稣无甲学生转倒啊，学生嘛毋敢彼此转倒啊，就是彼此洗骹。
认同讲咱就是做伙，无论伊做了无好，伊较含慢，咱拢是做伙跑走天路的人。就是这群人有三条，认同讲你我就是一家人，安尼人会感想哦，这是一个大家庭，上帝大家庭，这个听是真是好，会吸引人哦，我嘛要来，充满幸福、充满听甲喜乐的教会。啊，这咱家己爱有一个刻意啦。咱嘛毋茫咱的家庭爱幸福啊，但是为什么翁仔某不是在冤家？就是讲你爱牺牲家己，放落自己的意念，个人看别人比家己强，毋通顾家己的事，只爱咱来努力去实行，然后常常提醒彼此，咱是一家人，咱袂使叫什么人离开。最近看到新闻，常常看到讲什么人伫中国，欧阳娜娜啦，啥伫遐在讲中国好，中国棒，咱就讲黄安啦，讲叫伊莫转来台湾，其实咱无这个权利。因会安那认同安那做唔对，但是如果伊尾啊，佫愿意留伫台湾，选择台湾，咱嘛袂使讲强迫伊一定爱甲伊赶走，安尼咱就变做阿爸独裁，咱爱用信用甲伊改变。所以第一个，我和大家分享，我心内感动是安尼，这个所在有听。恁兜若是有听，人家爱去你遐坐者、泡茶者，感觉你有欢迎伊。咱教会若是对新人、新朋友无这种的吸引力，人前门进来，后门就出去了。来一届、两届、三届，伊就感受到迄个冷淡，就出去啊。所以一家人就是安那，彼此认同，只有父老，没有大佬。拄则讲的这信用的前辈，就是爱成全。爱牵绳后辈，长老爱听这事，这事爱听会友，大家三听，一代听一代，彼此扶持。咱是做伙行天路的人，爱有这个认知就好。咱拢是罪人得到上帝恩典，受呼召伫笃行教会做伙有福分，伫彼此的生命中彼此陪伴，来行这条天路，按照所彩标，做伙来走。毋是孤单一个，是做伙，一个跋倒，一个甲伊牵起来，这是第一个充满听喜乐的教会。但是只有充满听甲喜乐，要怎样来实践真理呢？就是咱中间爱有真侪人来做模样。保罗讲，甲提摩太讲，效法我效法基督。咱唯一的学习的对象。上主要就是主耶稣。伫咱中间有人活出耶稣，无法度活出伊全部，但是活出伊的某一个部分，伊的谦卑，伊的温柔，伊的智慧，伊的某一个部分，咱就按迄个人来学习。是讲一间教会，毋是只有嘻嘻哈哈泡茶哦快乐，毋是只有安尼，佮有掠条耶稣基督最中心，这个教会叫做。基督徒生命的长大的成熟的教会，毋是搁做三会囡仔伫遐吵吵闹闹，注意到迄个名和利世俗的事，咱来甲世间人无共款。所以咱彼此认同，嘛爱彼此成全，因为这是一条诚信的路。你一生愈行，爱愈长大。你的生命爱愈完全，亲像耶稣完全一样。你信主几年？我看到这本，偌称赞长老，教会为着表达对伊的尊重，就用教会组，教会组真慎重成立这个委员等等，就写着其中第一个讲说，主的忠仆，伊虽然是执事是长老。伊嘛是上帝忠仆，咱拢是忠仆。笃行教会重新的长老，然后1905年7月9号出世，1947年8月21顶头生，嘛拄好8月20，伫咱的这个谢教周年10年前，伊讲伊重生得救。伊对迄个时阵，伊自细汉其实就伫教会，但是经过42年，42岁时，伊才感受到这个信仰对伊的。
影响伫遐。伊真正讲哇好，我要来做一个基督徒，我就要真真正正跟耶稣来行。所以42岁的时阵，伊讲我重生得救，我要来做主的工，对执事直直侍奉。这是一个正常的路。借着读圣经，借着祈祷，你的灵命甲主的结连，你的学主就好啊。你是你其他的这个人的眼光对你安怎看是次要的，上帝安怎看你？你的生命有甲主常常结连，你的生命自然就会长大嘛。保罗讲我栽种啦，保罗该水啦，只有上帝安怎，都上帝会叫伊安怎大长嘛。结果子嘛，人的生命就是上帝工在做，你只要肯上帝做工在你的身上，你就牧师就真放心，你一定会长大，你一定会做了真好。但是你要有迄个意向，有迄个心志、决心、坚心，我会讲，这条信仰的路，我一定要坚持。我要帮助兄弟姊妹，大家做伙学亲像耶稣。其他的拢是策略，拢是方法。怎样培养领袖？怎样做这个福音的事工？过去的3福，现在幸福小组，重点是你心内有主的感动。最后第3，就是强调家庭的价值。家庭是教会的这个上基本的单位，家庭嘛是社会国家上基本的单位。家庭出问题，就拢总出问题。所以罗苏亚在鼓励兄弟姊妹参加这个人际关系课程、夫妻3天的亲密之旅课程，拢是对这本圣经经过足侪人的研究发展出来。咱最近有婉柔永新结婚，过来左邻义勋结婚，过来伊乐，过来珍妮拢有这个真好的事，但是结婚是容易，但是结婚后的生活、经营家庭的起造、基督化的信仰的建立、家庭的这段，这个才是困难。所以真侪兄弟姊妹，真侪甚至中一刚刚伫这个所在滑倒受伤，教会应该有责任，以这个做目标，应该投入更较侪的这个资源来起做帮助，才会要进入到家庭内底的青年人，会当得到好的辅导、造就、甲明白怎样来，互咱的家庭用起来坚固，做教会坚固的地基。这就是这3个我总结来讲充满疼甲喜乐的教会，彼此就是一家人，充满疼甲喜乐，这是我认为真教会吸引人上主要的目标。然后咧，生命会长大的成熟的教会，唔是干那追求我是教会来遮交朋友的，甚至来遮交男女朋友的，当然是会使。但真侪都行的这家庭拢是肥水不落外人田，拢是家己都行的这个青年小嫁娶安尼，这是真好。但是较要紧就是这个信仰会当不断长大，不断伫咧造就。等了你已经有教业开来时，你就爱教主理你就爱陪青年团契，你就爱陪这青少年做伙分享你对上帝遐得到的稳定这个信仰。最后伫家庭付出真大的心力来维持、来帮衬。即摆青年人要结婚、要生囝，拢是真大的拢需要人关心。这是我所领受的。安尼咱向着新的60年跑走的时阵，才袂亲像保罗讲伫奥林匹克比赛只不过是要得到迄个会享怀的免流。但是咱伫信仰的路底跑走的，是要得到天顶永远袂朽烂、
被败坏的冠冕，上帝要赏赐咱的。所以咱爱有这个清楚的目标，咱的时间才袂拢无方向，讲才袂亲像走啊无方向。明明马拉松有规定，讲爱照这个路，照这个路，啊你走唔对路，你搁较认真走，嘛袂着顶，因为你浪费气力。哦，然后拍拳，你无对上，你拍空气，哦，拢袂着分嘛。咱知影迄个拳击，你拍，哦，你搁较高，你都无拍着对象。哦，所以保罗咧劝勉咱，也盼望咱会当亲像希伯来书家所讲。吼，咱最后牧师请咱来看周报内底今仔日的金句。哦，伫希伯来书12章，吼，既然有最干净的到遐多，亲像云为咱云彩般的见证人，讲这条路信仰的路虽然辛苦，但是非常有价值。虽然无容易，但是迄个报赏是伫天顶是大。咱的生命不断伫这个中间来进步的时，哦，咱就会当放，吼，得得到气力，而且就放下这个重担。什么款的重担？你就想看卖，你的重担是什么？世间名利、马门、财富的追求，也是罪的颠破，才会着放下，独用吞忍来跑走所安排伫咱头前的路站。哦，所以保罗写这句话，希伯来书的作者有可能是保罗人讲，毋是不要紧，但是伊是用着信心甲盼望在讲，讲未来的路会真水，会真美好。哦，伫天顶永远，哦，上帝为咱备办喜地，伫阳光迎日头，天的圣城耶路撒冷。咱就做伙三甲来，哦，牧师今日题目就是三甲做伙。一个人真孤单，两个人以上就有伴。三甲做伙，咱就无孤单。做伙来，做伙哦，咱唔通自私，讲我家己好就好，独善其身。咱爱常常关心着边仔的人的需要。常常你将你祈祷、读圣经的感动，甲人分享，彼此拢得到利益，彼此拢受造就。希望咱伫明年65周年，哦，咱有中执会有意向要做一个帽仔啦，吼，做一个 logo， 做一个纪念，哦，做一个大家穿了，哦，感觉咱是独行，哦，是一体，啊，也盼望咱会当做一支影片。将这过去的吼，因为即马吼要叫人读册吼，一本一本摕出来读吼，可能较困难。但是咱即马为着环保的原因，咱将这65年，明年65年，这过去才会翕做10分钟甚至20分钟的这个纪录片，将这5楼的这个史料馆吼，过去有牧师来，有朋友来会带去史料馆，即马生意足歹的史料馆。无人去，拢是伫都市，互咱甲这物件变做一个影片记录起来，佮加上咱现在兄弟姊妹真侪新加入独行的兄弟姊妹，新的小组团体的即个成员，咱或者诚做65年，咱献互上帝，献互听咱的主一个好的礼物，咱做同心来祈祷。主，愿感谢你。你竞选独行教会，诚做这个社区传扬福音要紧的使命甲责任。主啊，你也赏赐阮，伫未来日子，阮要做伙来敲吹你所定着安排伫阮中间的意向甲使命。因为过去这64年，真侪会友来来去去，也有真侪信仰的前辈。已经安息去到天的祖家。阮即马现今也留地的人，阮相信主你对阮有特别的意思、美好的旨意甲安排。愿阮天条伫你，彼此同心合意，同齐脚步，一齐脚步，一齐的信仰，受圣神甲主耶稣的带领。
互咱向头前这条天路继续迈进。求主你帮助阮，特别帮助阮的长老、执事、牧者来做伙三角祈祷，超找着道行教会迄个上中心的迄个价值、信念，愿要做伙来起造一间荣耀的教会，来报答主你的恩典甲恩情。愿主你将这个感动也放伫阮每一个道行教会兄弟姊妹的心内。阮毋是咧看戏的。阮是伫比赛中认真地流汗、地跑走的迄个选手，迄个马拉松的选手，愿要认真拍拼、跑走，直到终点，见主的面，高效来得到主你讲好，搁尽忠的路步，通入来享受你主人天父上帝的快乐。这是阮心内的祈祷，愿主你听阮的恳求，愿咱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来吟圣诗第314首，大家勇敢同齐脚步。咱来吟全首，听这请起立。大家勇敢同齐脚步，虽然经过黑暗路，咱的头前遥远路途，有咱救主的保护，青的泉路灿烂光明，也透看伊来真情，我可上帝何等真情，着真情，着真情，我可我主来真情，光明富贵放伫后面，虽然心为主来真情，为着正义应该用命，受尽天干来真情，无可惜念，无可本事，我可占领咱的主，我可上帝何大真情，着真情，着真情，我可我主来真情，无名声人情世灵，因有颠盘甘美行，听但命令行出正路，无叹世上的花灯，小世需要一己一言，应该隆重顿高清，我可上帝何大真情，着真情，着真情，我可我主来真情，咱若专心行主正路，真是阮的主耶稣，甘要互伊平安欢喜，主要使咱较满意，请咱时常同齐脚步，勇敢遍过黑暗路，我可上帝何大真情，着真情，着真情，我可我主来真情。好，请坐，请坐。这是咱要来的奉献，因为疫情的关系，咱做调整，
礼拜煞，请咱兄弟将奉献放伫咱2楼、3楼出口的奉献箱的篮的顶面。咱即时来吟奉献的诗，吟诗煞。咱请你正如即书来带咱做奉献的祈祷。天父上帝，主，阮感谢你，感谢你的引带，互阮的教会伫笃行社区经过64冬，阮有侪侪信仰前辈引导落美好的脚业。主啊，阮感谢你，求主圣神帮赞，帮助阮为强调信仰，帮助阮伫别人的需要看见阮的责任。帮助阮有智慧，知影阮着留落啥物，互阮的后一代。阮献上金钱，要做主圣工的路用，求主感纳。阮的祈祷感谢拢是奉救主耶稣的圣尊名来祈求，阿门。报告的大圣，咱先来看本周的金句。我读一遍，兄弟煞接来读2遍。已经有做甘蔗的到遐多，亲像云围咱，就着放下逐号的重担，甲快快填盘咱的罪，用吞忍来走所安排伫咱头前的路站。希伯来人书12章第1节，咱做伙来。已经有做甘蔗的到遐多，亲像云围咱，就着放下逐号的重担，甲快快填盘咱的罪，用吞忍来走所安排伫咱头前的路站。希伯来人书12章第1节，搁一遍。已经有做甘蔗的到遐多。亲像云围咱，就着放下逐号的重担，甲快快填盘咱的罪，用吞忍来走所安排伫咱头前的路站。希伯来人书12章第1节。本周的聚会表甲礼拜的事奉表，请有事奉的兄弟家己底来看。周报的第4面。小会公告第1点到第4点，请咱兄弟家己来看。本会消息，今仔日是本会设教64周年的纪念主日。今年也因为配合这个防疫的规定，礼拜结束了后，咱就无翕这个大合照。第二，感谢赖仲辉、洪庆美长老夫妇奉献40罐。有机的这个球梅，甲20罐的丁年的柠檬醋。兄弟，若有意思要购买，请向咱安琪干事来购买。这所得的全数是要用作64周年的感恩的奉献。第3点，8月17日礼拜日，台中中会要伫咱本会举行秋季的议会甲收圣餐。第4，8月22日。礼拜日是青少年主日，由青少年团体主理礼拜。礼拜中要举行升级的典礼，请赖敏仪、赖威胜、甘德伟、赖鹏新、陈月佳、赖佩爱、王礼安来出席接受祝福。
请兄弟也为着教会主题信仰的生活和课业来关心代祷。第五，8月27日礼拜五8点半到5点半，引法左右带领人的培训的课程。草屯教会因为担心这疫情，所以决定来取消。总会另外搁选一个日期来举办。第六，教会奖学金开始申请，对今仔日开始到8月底，8月29日截止，请向办公室来领取奖学金的申请表。你若伫外地求学咱就要附这个自费证明。第七，教会有租用二中的停车场，请兄弟为着1年8万块的租金奉献。即马距离这个目标还阁差41000块。特别需要读经蒙福之路新的学期要伫9月初2礼拜4开始，有的学员会当用小组长、牧师来报名。新的学员请填这个报名表。第九，今仔日要举行8月份的受青的庆生，名单如下：敬请省略。洪竹婷、高桂林、黄婉玉、王卡、陈耀生、魏以恩、林嘉德、杨月丽、张碧珍、黄守琪、黄定科、尤义琪、黄立勋、施纯普、陈信爱、周惠美、魏宏凯、洪庆美、林同烈、曾秀官、谢运潮、洪淑丁、林左林、沈佩妍、沈佩杰、吴小如、周彩玲、柯真真、林修明、尤里，祝福遮上青愿主祝福。团契甲小组的消息，第一点、第二点，咱做伙来看。兄弟团契甲社青团契，今仔日上午1点40分，伫1楼富堂有联合的聚会，主题是我的新闻记者的生涯，主理是詹文在兄弟。事会是陈木新会长，欢迎客友参加。第三点，青少年团契8月21日拜六暗时7点伫5楼富堂聚会。因的主题是要讨论后礼拜这个青少年的主日的筹备。请客友来参加，然后京东会伫这个群组通知。唱歌队。8月22日，下主日原本是定伫后主日要来练习，总是即马是升级的礼拜，由青少年的团契来献诗，所以唱歌队电视就延到这个8月28日拜六暗时。总是咱也是看这个疫情的状况来调整，请队员注意。妇女团契、少年团契、妈妈小组。以及这个健康促进加乐龄教室，这拢是暂停。本周的代祷事项具体关怀，咱稍等下请牧师带咱祈祷。咱来看周报的第9面甲第10面，是咱8月初8奉献的报告做领收，若有5顶还是6顶的，请向财务部长来反映。周报第11面是台湾是咱教会7月份的收支汇报表，请咱兄弟家己注意来看。下面的时间交给牧师。关掉。今日真系大平安。咱今日敢有新来朋友，也是伫厝内伫线顶礼拜点菜，今日借着安尼来礼拜都行教会会当。牧师邀请咱会当参与伫教会未来的这个历史中，所以也欢迎你来参加咱的聚会，参加多元教会的这个实体的团契甲小组。咱们来邀请这个寿星8月份甲教会共一个月生日的，才会兄弟姊妹来徛起来，咱来唱这个生日快乐歌来甲因祝福。生日快乐，这里生日，这里欢快乐，你生日快乐，这
请坐吼，因为5、6、7月吼，这疫情中间咱无发这个面线吼，但是咱这个解封了，咱庆生组会做一届来请迄个关怀组长来分送吼，所以咱有这个心意，但是礼物还未送到大家手中，用安尼来甲大家祝福生日快乐。咱来看第6面这个大岛的消息。第一项就是真要紧，咱逐年开学，学校开始上课以前，咱拢有幼稚园升国校这个升级礼拜。今年有敏仪，就是咪咪甲威盛，拢是中红兄有松姐的孙。德伟是凯欣甲春佩的囡仔，第3个囡仔查甫女生。要对幼稚园升起来国校1年，但是因为嘛有可能会去美国所以为着因的家庭也祈祷。国中升国中的是彭熙、叶嘉、佩爱甲李安，李安应该伊摕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公民了，伊就转来所以转来时间可能袂赴伫后礼拜，总是咱伫祈祷中来为祝福。升高中的是韩爱、国婷。怡君，所以感谢主，咱每一个阶段拢无断层，恳求主，互咱的青少年会当伫即个三听关心的中间更加来成长，得到主的听。遗体关怀小丁姐已经骨头拢好势，但是伊身体欠营养。常常胃口无好，求主赐福。金銮姐也在住院，手术成功，多谢大家的关心。义达嘛是需要恢复伊的元气，为着义兰的伊的阿嬷过身伫台北，求主安慰。为着今日特别为着恩轩伊要去到美国，今日要坐飞行机，这是生命一个新的阶段，主甲伊三甲伫地。看到君家今日君家有来伊。真孝念大家，也真多谢咱中间有好同工，咱有一个2个天使，甲君家斗搬厝，搬去护理，这是真好的事。咱的兄弟姊妹有需要，咱就拢愿意去甲伊斗搬厝、斗出力，这是真好诶信用的三听的实践。为着咱今仔日老师所分享，彼此为心，起造彼此的生命，敲锤教会的这个核心的信念价值，来发展咱的异象，完成上帝和咱的使命，咱会当有这个宣告，这个宣言，会当豆豆发展出来，来祈祷。无需要请咱做伙徛起来，为着咱的主题，为着会友，咱做伙伫上帝施恩宝座前来献出阮心内诚意的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互阮对柳园生团一代传过一代，历过64个年头。主啊，互阮伫新的一代，搁再兴起，互阮伫遮个国校、国中、高中生的身躯顶，阮来栽培因的信仰，将好的根基。主啊，检查阮的教会，伫咧起做迄个地基的礼拜时，破土礼拜时，检查阮就是藏圣经、藏上帝话，诚做阮教会基础。愿主你也将你的话藏伫遮的细囝、遮的囡仔、遮的学生、遮的青年的生命中，互因用上帝话来起造因的人生。主啊，帮助阮伫病痛软弱的时，阮犹原抓条主应允稳定的话。愿主你互阮得到福气，得到把祝。互阮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福气，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福乐。主啊，特别祝福伫恩宣，伊伫今仔日就要来出发，互你的圣神甲伊同行，互伊一路心内有平安。
互罗长老夫妇也会当用着祈祷，用着虽然心内毋甘，总是也祝福着这个因的查某囝会当去到美国，得到好的造就，来受好的栽培训练，将伊所学到的将来也贡献伫台湾，阮的母亲土地，阮的百姓中，也为着教会伫未来，伫新的一年搁要开始，阮望阮会当一做脚步，一做的信念，互主的你的实力价得到高举，互你的名得到应显，伫即块土地来正做光甲盐，因为你赏赐互阮即个美好的产业，阮有即个责任甲使命，往着社区，往着独行国校，往着即块土地的百姓来分享主你的福音，来宣扬主你的恩典，来保养主你的大听堂。阮的信仰实践伫阮的生活中，愿安尼恳求、祈祷、我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咱来吟上行车恳的诗，圣诗第514首，搭要散会求主赐福，来吟全首。咱用欢喜的心、立志的心来唱这条诗歌，搭要散会求主赐福。当心来领受上帝赐福。主啊，你是恩典无限的主，愿教会的复兴、独行教会的复兴，就对今仔日所领受你恩典的兄弟姊妹来做起。愿天父上帝听堂，耶稣基督的救恩、圣神的安慰、感动甲扶持，常常甲独行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三角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绿岛请电到了后，再来离席，也说请坐。